今日我哋過嚟奇關悅來呢個盤咧，其實我哋影咗好多次，而且成交都唔錯。今次過嚟係因為佢加推咗第5棟嘅149平方大平層。喺石岐區呢個片區咧，你想揾配套成熟、交通便利嘅新樓大平層，好多人咧佢買唔買都會過嚟奇關悅來呢度對比下嘅。佢嘅位置咧就位於3個城區嘅交界，東區、南區、石岐區，買咩都就手咧，去邊度都方便嘅。今次加推嘅149方戶型，同樣係標配一梯一戶嘅專屬電梯間，5房3衛雙套間格局。我哋睇到個客廳咧，佢係連接住咗一個27平方，幾乎係空中花園嘅大陽台啦。咁佢成個格局咧睇起身就會更加之霸氣同埋實用。客廳咧亦都係方方正正嘅。咁我哋再睇翻電視牆後邊嘅長輩房套間啦。長輩房第一個套間嘅話咧，平時生活起嚟會更加之方便同埋衞生。咁我哋再睇睇佢嘅客廳位。咁我哋望到個廚房咧，睇落就好大。其實廚房隔離呢個位咧，佢係一間房嚟嘅，只不過你可以敲咗個半邊牆，做一半中餐一半西餐。中意煮飯嘅朋友睇到呢個廚房一定會好中意啊！咁我哋再睇下佢連接住主陽台嘅一個書房，其實佢係一個南向嘅房間，做咗一個開放式嘅會客區同埋多功能書房啊！咁公共衛生間咧，亦都係做咗基本嘅乾濕分離。呢個就係北向嘅客房。我哋睇到好多房間，其實佢同舊規則嘅對比咧，就係冇飄窗。冇飄窗嘅話咧，空間更加之好利用啊！然後呢度主人房套間咧，佢係中咗270度嘅大採光同埋通風嘅。衛生間亦都係非常之闊落啊！除咗戶型舒適之外咧，成個悅林嘅設計都好花心機，用咗現時最流行嘅安曼風格。安曼喺梵文意思係安寧平和，拋棄啲亮面啊、鍍金啊等等布靈布靈嗰啲好鬼老土嘅設計，講求建築融入自然。講到呢點，我哋嘅老祖宗審美一直在線，特別係宋式美學，經歷咗成1000年嘅時間洗禮，依然係審美嘅天花板。而奇關悅來就係用宋式嘅園林，成個園林氣質唔同晒。除此之外，為咗確保樓距同密度、隱私、舒適度之外咧，成個樓盤容積率只有1.5嘅啫，接近100畝嘅規模，只做500戶左右，而且偏大戶型為主，車位都做到少有嘅1:2啊，明顯係為享受型改善家庭量身訂造。目前加推仲有一啲靚仔價格嘅靚仔樓層，感興趣嘅評論區